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0日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愿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上帝就在我们当中。以马内利的上帝时时陪伴着我们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也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
生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时时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，你都陪伴着我们。虽然生命里面经历了许多的风浪，许多的恩典与祝福，有许多时候是经历了许多下雨的日子，也经历了许多阳光普照的日子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，这都是主你的美好。主，我们不是设想的每一天都照着我们日子来过，而是让我们生命跟着你来走。主啊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日子，都有主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带领着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向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0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诗篇第57篇第1节到第11节。诗篇第57篇第1节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领受。上帝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。我要在你翅膀下求庇护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。他要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。他要击退压迫我的人。上帝要向我显示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我被仇敌围困着，他们都像吃人的狮子，他们的牙齿像枪像剑，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仇敌张开罗网要捕捉我，我被灾难压倒了。他们在我前头挖掘陷阱，自己却掉了进去。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。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你。我的心啊，醒起来吧！琴啊，瑟啊，醒过来吧！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。主啊，我要在列国中感谢你，我要在万民中颂赞你。你永恒的爱上达高天，你的信实高入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一直好几篇，大卫都在讲到说他所遇到的困难。在前面，他在面对押沙龙的追杀，在前面他遇到了有人去告密，而害死了那些祭司们，在前面也遇到了其实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读这诗篇的几篇的时候，都会发现哇，其实大卫面对的问题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出卖他、伤害他、追杀他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在回想，当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在这追杀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也遇到了，其实他该不该对扫罗王动手？在这逃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来调整。昨天讲到说，其实当大卫去面对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他选择第一个就是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很不容易，当我们面对问题当中，我们是先想到上帝，还是先想到我要怎么反击，还是先想到我要做什么样的计划？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他讲到说：“上帝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。”其实，在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很软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面对这许多事情，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。求你怜悯我，这是主你的攻击吗？这是主你的想法吗？所以他这边在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。所以我是跟随你的人，愿你怜悯与我同在，愿你的帮助与我同在，愿你的翅膀下来庇护我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”这就很像那种母鸡或母鹰在当中保护它的小孩。面对着这许多的攻击的时候，上帝就把我们抱在怀中，让我们面对这许多困难的时候，有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事情，真的我们会过不去。这世代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过不去，所以有很多人用比较激烈的方式，甚至有些人在当中就造成了那种精神问题。现在有很多的现代的病在当中，然而在这里面是让我们真实到上帝面前来得着帮助，清楚的明白这是上帝的掌权。所以他说：“怜悯我，我来投靠你，我依靠你，在这所有事情当中，你都会帮我来守住。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说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保守我们心思意念，保守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不被那撒旦攻击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生命里面得着的释放，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有能力去面对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现在事情压力非常的大，面对这许多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去承受？所以他说：“保护我们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”其实以前的人面对压力也很大，其实以前也有很多的精神疾病，以前很多人也会过不去。其实我们都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压力很大而已。其实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也是一样，他要承担那种被追杀，他也要承担跟随他的人，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人，甚至到后来这些跟随他的人也都有家室了，他怎么样去保护这些人，其实也都很不容易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，他依然回到主的面前，让上帝亲自来动手，来帮助，来保护。所以让这许多的攻击，上帝先把他拦下来，在这许多的征战当中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陷入在自己的想法，陷入在自己的做法里面。所以当我们看这几天的诗篇的时候，也是让我们进到大卫的处境里面，大卫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处境的问题，而在当中他寻求的是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当我们回想，当上帝拣选透过撒母耳把大卫拣选出来之前，在那时刻之前，大卫在做什么？大卫是一个牧放羊群的小牧童，
所以当中他在牧放他父亲的这些羊群，在那当中他在带领着这些羊，他在守护着这些羊。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会敬拜的人，所以他有很多能力是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。他在牧放这些羊群的时候，他持续的在练着他的琴，在唱着诗歌，他也在甩着他手上的武器，能够保护他的羊群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其实在那段时间，或许大家都会觉得很无聊，大家会觉得大卫那段时间好像是被遗弃了。他上面那6个或7个哥哥都跟爸爸在一起，他们都被训练成能够成为战斗的人，而那最小的好像是被遗弃、被丢弃在外头。为什么会说被遗弃、被丢弃？因为当撒母耳要来拣选人的时候，上帝透过他要来拣选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压根都忘记这个孩子，让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前面那6个、7个出来，直到撒母耳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爸爸才把大卫带过来。所以当中虽然感觉他好像被遗弃，但是他也在当中如鱼得水。他在那当中去操练他的生命，那生命包含他的体格，包含他的灵，他的心。所以他有这样的过程当中去积攒下来的这一些资产，成为他后来服侍扫罗王，后来服侍上帝，后来管理这个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资产，也就是他敬畏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最主要是他前面累积的这些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小孩教育是很重要。在我们的主日学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把孩子的生命建造起来，让他们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就经历了上帝，在平常的时候他就会来祷告求上帝帮助，还是只是一个形式来到这当中而已？在当中他真实的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去依靠上帝。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面对到这么多的风暴，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要来依靠上帝。所以这真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的。所以他说，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。所以他有认知到这个，他所认识的上帝是那至高的上帝，是那供给他一切需要的上帝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会开玩笑说，称那些供应商为上帝，或者是干爹，或者是按赞的是干爹，就是这些人供给他的需要，他透过这些人的供给，这些人的业配，他能够得着这些。但是我们有看到很多人，他们感谢上帝，因为跟随上帝，这些供应商来找他，因为跟随上帝，让他在生命当中没有缺乏。我们也看到，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，他们说在生命当中，他倚靠上帝，所以他的工作最开始，他从敬拜开始，从祷告开始，在服侍，在工作当中，他也听着诗歌，在当中让他的工作能够很顺畅的做完。在需要业绩的时候，上帝补足，而且超过他所需要的。所以在许多时候就是如此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这个上帝是至高的上帝，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？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我们要自己去跑单，我们要自己去找这些工作，找什么？确实我们需要去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，有没有先将这些来摆在上帝的面前？或许有些人说他很缺业绩，缺工作，缺收入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？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，他先回到上帝面前，他说，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应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经历的，求告至高的上帝，
这是他所认识的上帝。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认识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？在这一节里面提到大卫说，至高的上帝，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。所以这当中也可以看到，这上帝胜过一切的神，而且他是丰盛的上帝，他能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认知到这些，我们都只是在一些事当中就草草了事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个上帝？当我们说是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候，你有真实的去经历这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吗？当我们在大太阳的时候，你是感谢上帝有阳光，还是你是在讲哇，太阳怎么那么大？当有下雨的时候，你是在抱怨下雨，还是感谢上帝天降甘霖，让我们没有缺乏？在寒冷的时候，你是抱怨上帝，还是感谢主，让我们四季分明？所以当中也是让我们去看到这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当上帝要祝福在我们人类当中，透过他的妈妈以利亚怀胎的时候，跟以利亚说，你要把他取名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人同在。第3节说，他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，他要击退压迫我的人，上帝要向我显示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所以这都是大卫他所经历的，上帝会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会亲自来救援，上帝会出手击退那些欺负我们的人，上帝他是信实的，他的爱是不变的。所以这当中我们需要这样去经历，我们需要去这样去面对，这上帝会聆听我们的祷告，会派人来救我们，或许天使天军，或许在我们周边的人，或许其他的国家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就是这样子，他在面对许多状况的时候，拿单，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人，其实上帝可以调动非常多的人来帮助大卫。当他要建圣殿的时候，上帝说不是在大卫的手上，而在当中他也能够让许多的国家来进贡，让大卫把上帝的殿这些材料预备好。所以在他的服事当中，不管是在战争、在逃难、在治理国家，在许多方面，上帝都让他不缺乏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，击退压迫我的人，上帝要向我显示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就在这当中来掌权，上帝在当中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也就是大卫他所经历的，他所认识的。我被仇敌围困者，他们都像吃人的狮子，他们的牙齿像枪像剑，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。所以当被围困着的时候，面对这一些，看到这些就像狮子，就像狮子的牙齿像他的舌头一样，像枪像剑像锋利的剑。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，真的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就帮助着他。所以在第5节最后他讲到说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所经历的这个上帝，所以他开口来赞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的生命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？当我们面对这么危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这么危急的时候，他也来到上帝面前，他要到处躲藏，躲谁？躲扫罗王，躲非利士人，躲这许多的人。当他到处躲藏的时候，他去经历上帝带领他，上帝为他出手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也在当中能够开口来敬拜上帝。像大卫说的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。不只是如此，
愿荣耀弥漫大地。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上帝，我们要经历这些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也求上帝像祝福大卫一样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，像带领大卫一样，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拯救。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面对许多的挑战，而在当中，我们需要先来经历这个上帝。在接下来他说，仇敌张开罗网要捕捉我，我被灾难压倒了。所以当我们去年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会看到牧师也提过说，扫罗王他请全国之力，用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力量在找大卫，要捉拿大卫。其实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这个人他眷恋他的王位，他看重的是他的王位，而不是看重上帝的恩典。当上帝使用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真实的去跟随上帝。上帝大大祝福他的时候，他只看重自己手上的，而且去听身边这一些人的话，看众人怎么看，看众人怎么想，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。而上帝离开他了，我感觉他不是很在意。他知道上帝离开他了，但他依然求撒母耳跟他一起来到众人面前，他要得着众人的心，让大家知道上帝还跟他在一起，让大家觉得上帝依然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他不在意上帝离开他，他没有真实的求上帝赦免，他只想要众人喜爱他，所以上帝也因此离弃了他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害怕他的王位留不住，他害怕他的王位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孩子，所以他势必要把大卫抓起来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仇敌张开罗网要捉捕我，也就是如此，扫罗王用尽所有力量要捉拿大卫，但他没想到，他却是差点被大卫杀死。若大卫不是敬畏上帝人，当然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卫不是敬畏上帝人，上帝也不会使用他。也因为大卫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所以上帝拣选了大卫，而也因为大卫是敬畏上帝人，所以他不会对扫罗王出手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在想要改变这命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怎么样命题都好像离不开上帝的心意。如果大卫不是敬畏上帝人，上帝不会拣选他，不会发生后续的事。若是大卫像后来我们所看的记载这样子，他是敬畏上帝人，他依然不会对扫罗王出手。所以这也回应了前面，当上帝透过撒母耳去拣选大卫的时候讲的那一句话：人是看外表，上帝是看内心。所以上帝明白大卫的心，所以才在这众人当中，在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大卫。这很特别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拣选就不会发生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个逻辑当中会觉得，如果大卫不是顺服上帝的人，他是不是就杀了扫罗？也不会，我相信也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因为上帝就没有拣选他。然而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所以上帝会保守他。所以他说，我被灾难压倒了，压在下面，可能爬不起来，但是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要使用他，所以也在当中帮助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一些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灾难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了许多的陷阱，我们掉进去了，我们被压垮。但我相信上帝在当中与我们一起承担这一些。我也看过很多人，他们遇到很大的灾难，甚至他们不能走路，甚至他们的人生好像陷入了很大的
危机。但是在这里面，上帝依然保守，上帝依然带领。很多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是最困难的，是最大的问题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，当大卫面对到这些的时候，昨天的经文讲到说，他依靠上帝，即使在惊惶当中，他依靠上帝。在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抱怨自己所面对的事情。确实，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有理由去抱怨这所有事情，甚至抱怨上帝。但是，当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，我们看到约伯的生命，我们看到这圣经里面许多人的生命，或者是看到我们教会的某些人，或者是看到教会历史这些记载的某一些人，他们陷入在那样情况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其实是敬拜上帝的，能够跟大卫一样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先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带大家往前走到这边来。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是一个敬拜的人，是一个赞美上帝的人，是一个经历上帝同在的人。当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，遇到再大的问题，都要去经历上帝的带领。所以在昨天56篇的时候提到，大卫第一个念头就是来到上帝面前。其实我们看到约伯也是一样，第一个举动就是先来到上帝面前。虽然他可能情绪很低潮的1个礼拜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他第一个举动就先来到上帝面前。而这样的过程，也就是过去的累积，生命里面有累积了许多与上帝同在的经历。他过去的操练，就是先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就是这样子，像大卫一样，先来敬拜上帝。而当我们遇到这许多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陷入在当中，抓不到任何的浮板。可能有木头、有浮板、有什么东西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都还在说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辨明。所以大卫说：“我心坚定，我不摇动，我不动摇，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你。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，其实不容易耶。很多人遇到问题就软弱了，很多人遇到问题就开始有很多的情绪出来，很多人遇到问题就是开始怀疑，这上帝没有帮助我，我在教会没有用，我在信仰没有用，我怎么样？就开始有很多这些情绪出来。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要回来的是，我们前面在我们还没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先预备好。所以我们要预备好，当上帝要祝福的时候，我们要拿大的脸盆来领受这样的恩典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来数算上帝恩典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握紧上帝的手。就像我们在上成长班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操练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把得救的确据握在手里面，而且握紧上帝的手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上帝的手依然会紧握着你。我们很努力要甩开，但是我相信上帝依然要握紧你，他要祝福你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什么一直在提倡我们要读经、要灵修、要祷告，也就是让我们常常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生命持续不断的被炼净的时候，你的眼光才能够清楚的看到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看到大卫生命里面有很多上帝的恩典，其实我们领受的恩典，我相信不比他少，但是我们看见的非常的少，因为我们没有清晰的眼光去看见这些。大卫他愿意摆上，他愿意跟随，所以他的心被建造起来。他在第7节这边可以讲出
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。即使面对这么大的危机，即使扫罗王动用全国之力要来杀我，要来捉拿我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，我依然要歌唱，我依然要颂赞你。面对这么大的危机，这么大的问题，我依然要来敬拜你。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生命里面回到上帝面前，在当中真的是像之前在讲的，我们要累积许多与上帝美好的关系。上帝的话领导我们，我们要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经历上帝的大能。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限制了上帝，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要领受这些，而当我们没有这样领受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些。而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软弱，就跌倒，就离开。我们看到许多人就是这样。当牧师在说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就会说牧师不要再讲了。牧师你这样讲，我们压力很大。牧师你再这样讲这些，我们哪有时间？但是真的回来，其实我们都有时间，我们都可以做得到，但是我们就不愿意做，直到遇到问题，才在很多的抱怨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醒起来吧，琴啊，瑟啊，醒起来吧！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。”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的心不要沉睡了，这些敬拜上帝的乐器也不要沉睡了。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在讲，我们要苏醒过来，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上帝，我们要弹琴弹瑟来敬拜上帝，太阳也要来照亮这普世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。当我们的心在沉睡的时候，在这里面大卫说：“醒过来吧，醒过来吧。”确实，我们的心要醒过来。当你没有醒过来，你只一直在沉睡。当你的心没有醒过来，没有办法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、上帝的恩典。当你的心没有醒过来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入在很多的迷惘当中。别人说我们就跟着走，别人说我们就跟着抱怨，别人说我们就这样听。但是当你的心愿意醒过来，你是有办法真正去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就像耶稣对他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不能陪我警醒片刻吗？”当耶稣说我心很难过的时候，你们还不能陪我警醒片刻吗？或许他的门徒想要，但是他们都在昏睡。当耶稣那3次的祷告，他们都在昏睡。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，都在昏睡。当耶稣跟你说不能陪我警醒片刻吗？醒一醒，跟我一起祷告吧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是这样子。当我们说要一起读经，要一起祷告，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教会也都是如此。当我祷告会的时候，来的人没几个；当我读经的时候，没几个。其实大家都觉得不想要花这个时间，不想要进到上帝面前来，不想要花这个时间去会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但是却不想要付上代价。所以大卫这边说：“我的心啊，醒过来吧，琴啊，瑟啊，醒过来吧！我要把太阳也唤醒，让太阳照着我们，让我们领受这一些。主啊，我要在列邦中、列国中感谢你，我要在万民中颂赞你。”所以当中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做这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、上帝的带领，在当中不再陷入在那些沮丧、在那些软弱当中，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。他说：“我要在列国中感谢你，我要在万民中颂赞你。你永恒的爱上达高天，你的信实高入云霄。”所以这是他所认识的上帝。他知道这是上帝有永恒的爱，这是信实的上帝，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上帝。最后他依然说：“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”
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当中所学习的，去经历这真实的上帝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满有上帝的荣耀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把这些都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为我们生命来领受上帝的大能。在今天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虽然他遇到这么困难的问题，其实也会在好几个诗篇里面去读到大卫在求告上帝。而在这样求告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也在颂赞上帝，他也在赞美上帝。我相信他遇到的问题，他真是发自内心对上帝来求告，而在当中他所说的赞美荣耀也发自他的内心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点时间来回来看你的生命，你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真实的向上帝说，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，真实去经历这个上帝就在当中带领着我们，真实经历这样的上帝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默想上帝的话语，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回到今天所听到里面，默想今天，回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什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，每一天的灵修当中去经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了你的同在。主要或许我们在许多的困难、困苦、危难当中，但我们也要在当中将自己摆上。主要恳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困难、许多的挑战当中，我们先回到你面前，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平时就与你同在，就经历你的话语、你的带领、你的应许。是当我们面对到许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也要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你是这样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充满慈爱的上帝，你爱我们，你愿意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我们参与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恳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。现在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，也要将我们许多身体有病痛、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面前。或许现在正在医院治疗，或许现在回到家里面休养，而在当中你也要与我们同在，也要帮助着他们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，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平常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
也让我们在遇到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也经历了上帝的同在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用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恩典，愿上帝祝福你。